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碧珍，又到我的好好运动的时间咯。一下我的等等碧珍老师先来做运动。一开始我的来两只脚打开，好，同样的髋关节用按开来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把你的身体往上带，等好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吸，做到等候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松我们整个背部的筋膜哈，好，来看哪个侧面哈，来一样，慢慢的下巴收，好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要等为背弄，然后到腰骨，好，个思路也到位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，好，要的个膝头做的微弯，好，不用松，要的为膝盖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第一摆先慢慢的再走，再松来，好，一节一节的调整呼吸，然后到我们的肩膀，整个身体，等好，好，做一摆，慢慢的吐气。一节一节，从要的背弄，好，从肩颈背弄，慢慢的到要的腰骨，一节一节的放松。我会知道要的背弄，要的为抬脚臂后背，到小脚臂后背，全部都会很有一些很的感觉，好，你就让它自己放松。来两只手，好，互相抱着。好，头点头，放松我们的头部，还有颈部的肌群。好，转头，一样调整呼吸。好，再不用松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从我们的背弄，腰骨的地方，一节一节，再慢慢的起来，然后到肩膀。然后双手往上带，肚子数一下，再往后，等后，肩头再不用轻松，今天我要的为暖身，就先做到一到尾。暖身体，也下继续听等碧珍老师来做功能性体适能的下半身训练。好，人家的训练呢，好，包含防止跌倒的大腿肌群跟本体感觉。好，人家的都天丝前面有灯呢，人家都请一张某力内耶，好，还有力内发呢，好，今后某力内较好啦，吼，较稳哈。人家的屁股做到一半或1/3，两只脚背背同人家的为肩头共用哈。人家的呢，抽上来，慢慢的身体往前，然后带起来，好，再来一摆，由坐到站，好，师傅抽下去，好，再来起，好，当你豆腐卡呢？抽下去个哈，全部一定要扶正，好，人家的青春叶的地方都，人家的脚，当然抽到后背，安尼踢后背耶，好，个其他方向个哈，人家身体往前，哈，青春叶的人个脚趾头唔好抽高，安尼唔好着力，哈，所以呢，我想哈，人个脚趾头到人个脚尖的位置，好，不要超过它，哈。然后呢，好去感觉，人个身体1、2、3就带起来，好，安尼呢，年纪越来越大，就做的唔是人家负担，唔就做的去偏瘦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放起来，好，也系做训练，人家的为臀大肌，好，抬脚臂的力气，还有我们的背部的力道，好。有喊好，走到天丝前面，人家的就用安尼来用来练习。好，一开始人家的坐凳踢奶，坐凳人家的会脚他都踢奶蛋糕。好，慢慢的安尼练，由坐到站的动作。
好，两个脚啊，一开始无力的话，唔样诶，哎呀做扶凳，哎呀就会脚，安尼起起来，哈，迄练到后背呢，已经较有力的话，哎呀就进入第2个等级，好，第2个等级呢，哎呀做的扶凳，哎呀就会蹬呢，好，扶凳的蹬呢，骨突啊，轻好，两个手，安尼板凳做做凳，哈。啊，青春腰的地方哦，我想夹到位的有一种凳呢。当然该讲半蹲哦，唔好讲半蹲，半蹲其实夹个脚趾头做往前，安尼做会无力。好，我记得做师傅坐下去，好，臀部坐下去的动作。好，你把臀部往后，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好，走的来法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起起来。安尼动作就训练动作，哎呀，就会太脚臂，好，这个是名词考呢。哦，呀，动硬哦，哈，动硬很有弹性，好，哎呀，就会师傅呢，好，会知道哦，呀，到位哈，操久的咩唔会，好，咩唔会磨肉就会痛，好，以前呐，哈，我就记得阿公啊，哈。去洗身没哈？洗身呢，我是想讲奇怪，佢怎么坐凳呢？我下晡爱贴凳，一只椅垫哦。好，后来我就想啊，其实因为洗身的人啊，从起做安尼倒凳，好躺着，全部冇用痛，哈，尤其行路的时间比较少用到我们的臀大肌跟大腿的肌肉群，所以呢，哈，佢坐凳跟他呀师傅肌肉都流失，好流失的话坐凳就坐唔够，因为呀骨头就都压，好，所以呢一只动作呢就帮助大家，好连起起来，好去行路，去做事，好去偏手，去拿东西食，全部唔是靠拼人，哎呀自家做有办法。好，要只动作当简单，由做好慢慢的到站，越来越强个下呢，哎呀，就做唔是凳的咯，哎呀，数自家扶凳，好啊，记得咯，两个师傅两个背尽量是平的，然后慢慢起来，对，安尼当好，好，再做的来吧，好，两个手离开此刻呢。对，两只脚呢，同哎呀，就会髋关节按宽，好，再慢慢的再走得来人，老娘手准备出来，慢慢的起来，好，哎呀的唔是等的发，好，哎呀，慢慢的就往前推，好，越练越强的话呢，两个手，好，跟你的尾椎一条直线。好，会知道哦，动忝哦，其实佢练动作，哎呀，就会抬脚臂跟我们的臀大肌，好，按你训练动作，好，下去跟他调整呼吸吐气，好，起来的时候慢慢上，好，喺走的地方去看，好，两个身体，好，两个肩膀，唔会按老化，好，按僵硬，好，比较会多一点点。好，灵活，好，然后你的关节的滑液囊也会比较灵活。好，安尼当好哦哈。好，安尼做好呢，要用的波速球诶，好，此刻呢没做的哪样的灯呢？好，提到波速球上面，好。提到蛋糕跟他很多会知道，两片又开训练到哦哈，比较不稳定呢，好，跟人家的灯呢就稍微一个手臂的距离，好，然后慢慢的，注意哦，人家的脚趾头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，好，一样长的人家的，好，人家的会数，好，人家的数长的人家的会灯呢，灯要稳哦哈，好，慢慢再起来。我放起来干下呢，我去感觉，好，哎呀，就会呀，臀大肌，好，哎呀，就背囊，好，全部有运动到，等好，调整呼吸，好，
有限呢，做得来发，就唔是等呢。好，量基数，好，一定要记得咯。两个量基脚趾头莫超过就会脚尖。对，同好，唔好起张了哟。好，站稳来，好，再做得来发胸用，加上我们的双手，这个左右晃动比较多。同好，再来2个。挺头的，好，最后一张，好，也对老人家啊，一般人全部懂重要，好，避免防止你跌倒哈。再来哦，我们要增加强度了哈，胸腰的起荡高，但是呢，站上去的时候，手要先扶后来，好，两只脚。站稳来，好，2只脚要站在两边平行的位置，好，起到蛋糕中间，好，做得来发扶正，好，扶好，然后慢慢的再往下撑住，好，一连，好，在弯曲的角度，顺时针、逆时针转，好，左右。好，撑起来。好，每次都安尼，左右，一边强顺一下。好，重心蹲下去，没去左右。好，你的肌肉群，好就会去刺激，就防止，你的身体好去跌倒。好，顺时针，好，逆时针。等候哦，好，撑住。然后再放起来，如果呢，你要练你的脚踝，好，你的踝关节，好，等没做的，好，往左，往右，好，竖完的下长等，这个是难度动作，好，难度动作，所以要较深一点位哈，好，之后跟下要先下来，好，来，再搞太感。如果呢，的踝关节好扭伤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脚踝好一只脚单一只脚好它的中心好四面八方。为什么会扭伤啊？其实是因为的位脚损害为肌肉群好比较不稳定好，或者是它的力量不够。好，所以有一种板子叫做 BAPS 板，好，同样种的某胸用哈，有一些的胸用，不过呢，全部都会让我们可以训练动到我们侧面的肌肉群，好，慢慢呢就左右，好，你知道那只骨突，好，看冇练到，好，就挺到给到 V， 好。好，做得了，要弯脚，好，去训练大家角度，好，都有训练到，好，顺时针、逆时针，全部做得了哈，好，今晡日呢，就搞太假做的迄。本体感觉还有大腿的肌肉训练，好，强化我们的大腿，还有我们的小腿的平衡稳定性，好，都先休困一下。